大家好，我係阿喵。喺聽故事之前，麻煩大家俾個 like、留言、分享同訂閱。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係靈異系列之殯儀館靈異自三姨姨。好多人都會覺得殯儀館係一個好恐怖嘅地方，而對於我嚟講，係一個悲傷同埋值得尊重嘅地方。大家你哋覺得又會係乜嘢呢？而大家亦都知道我係一個敏感體質嘅人，好容易遇上靈體。但我去過咁多次殯儀館，從來冇遇見過任何嘅靈體，除非佢係一個真人嘅樣貌，好真實嘅形態，令到我分辨唔到佢係人竟係鬼。而今集嘅主角係我朋友阿玲，佢就有一次同屋企人一齊喺殯儀館度遇上咗一件靈異事件，佢就同我哋一齊分享呢一個奇怪吉利又靈異嘅經歷。阿玲佢有一次因為公公離世嘅關係，要喺殯儀館度守夜。香港自從19年疫症之後，已經好似冇咗守夜，但係以前一直都有呢一個習慣。我亦都試過幾次守夜嘅經驗。阿玲完成晒成個儀式之後，出殯、守夜、上山，食完英雄宴之後，佢同屋企人返到屋企，佢喺又攰又成身汗嘅情形之下，佢就即刻衝入去廁所沖涼。當佢合埋眼沖涼洗頭嘅時候，人機花灑嘅沖力可以舒緩佢嘅疲勞嘅時候，佢竟然突然之間見到有一個陌生嘅姨姨企咗喺廁所，企咗喺佢面前度望住佢。佢唔知對方係邊一個嚟，佢嚇到即刻擘大眼，但係佢一擘大眼，個姨姨就消失咗。佢就揭開個浴簾周圍望，成個廁所就只有佢一個人喺度。阿玲佢就以為自己好攰，所以先至會出現咗呢一個錯覺。但係正當佢又再次繼續沖涼洗頭嘅時候，佢又再次合埋眼嘅時候，呢一個陌生嘅姨姨竟然又再次出現喺佢嘅面前，企喺佢面前望住佢。佢自然反應之下又係擘大眼，個姨姨又係消失咗。佢再次試下合埋眼，佢再次見到個姨姨企喺佢面前望住佢，佢就嗱嗱聲即刻沖完個涼，就衝出去搵佢阿爸阿媽。佢就同佢爸爸媽媽講，佢話：阿爸阿媽，我撞鬼啊！我頭先喺廁所裏面見到一個陌生嘅姨姨啊，但係我係合埋眼先至會見到佢，擘大眼佢就唔見咗啊！佢爸爸媽媽聽到佢咁樣講之後，就即刻衝咗去廁所度睇，裏面空無一人。正當阿玲企喺個廳度望住父母入去廁所嘅時候，當佢眨眼嘅時候，個姨姨嘅影像又再次閃一閃過，佢就即刻試下合埋眼，個姨姨再次出現喺佢嘅面前，但係個姨姨嘅背景已經唔係廁所，個背景已經變咗喺個廳度，企咗喺阿玲嘅面前。佢就即刻大聲再同父母講話：阿爸阿媽，個姨姨已經出咗嚟啦，佢已經唔喺廁所，佢依家企咗喺個廳度，企咗喺我面前啊！
父母佢就即刻出咗嚟，望住阿玲，佢淨係望嗰個 candle，只係得阿玲一個喺度。阿玲再次眨眼，亦都再見到個姨姨企咗喺佢面前，即係話其實個姨姨一直喺度跟住阿玲。阿玲入廁所，個姨姨亦都跟住阿玲入廁所。阿玲出咗廳，個姨姨亦都跟住阿玲出咗去廳度。佢永遠都係企喺阿玲嘅前面，望住阿玲。阿玲就盡量控制自己唔好眨眼，但係人類嘅自然反應，佢又點樣可以抵抗到呢？喺阿玲每一次眨眼嘅時候，就會見到嗰一個姨姨嘅影像喺度閃動。阿玲嘅父母就即刻打電話周圍問啲親戚，問佢哋知唔知道發生乜嘢事？點解會去完殯儀館之後就發生咗呢一件事呢？點解出完殯之後會有一個陌生嘅姨姨會跟住阿玲呢？佢哋亦都有問過阿玲，有冇喺殯儀館度做過一啲乜嘢特別嘅事情？有冇做過一啲得罪過人嘅事情？但係阿玲佢就話，以佢所記得嘅就冇，佢就跟足晒你嘅話做啲乜嘢，佢就跟住你嘅去做啲乜嘢，完全都冇特別嘅事情發生。阿玲嘅細姨聽到呢一件事之後，佢就約埋個阿哥一齊上去家姐屋企，即係阿玲嘅屋企。佢就問阿玲，佢就話：阿玲啊，你話俾我知，個女人係咪大約40-50歲到㗎？啲頭髮長到去膊頭嘅位置。阿玲佢就夾佢細姨話：係啊，我估佢大約40-50歲到啦。啲頭髮真係去個膊頭咁長喎。細姨，你知道佢係邊個嚟㗎？細姨再次問阿玲：咁嗰個女人係咪着住一件紫色衫㗎？阿玲一直以嚟根本都冇留意到呢一個陌生嘅姨姨係着住啲乜嘢嘅衫，佢就合一合埋眼望一望個姨姨，佢一擘大眼就成個人翹起咗，佢就話：係啊，個姨姨真係着住紫色衫噶。細姨，你點解會知道嘅？你係咪都見到佢啊？你知道佢係邊一個嚟噶？佢點解要跟住我啊？細姨佢就回答阿玲，佢就話：唔係啊，我唔識佢㗎。不過呢，我見到嘅應該同你見到嘅係同一個人嚟。我嗰一日收工之後，匆匆忙忙咁樣去殯儀館，我行錯咗入去隔離個堂，我見到嗰一張相，就係你形容嗰一個姨姨啊。但係當阿玲嘅父母同埋舅父聽完佢嘅咁樣講之後，佢哋一齊都話冇可能。大家一齊你眼望我眼。阿玲嘅舅父就話：琴日因為要行出行入搞掂啲嘢，又要睇下啲花牌告齊未，我就見到隔離床係一個男人，係一個伯伯嚟嘅喎。因為呢一層得兩個床，一個就係阿爸，一個就係隔離床嗰一個男人，嗰一個伯伯。咁細妹，你入錯咗邊一個床啊？定係你去咗樓層啊？但係細姨佢就話好肯定冇去錯，因為當佢行咗入去之後，佢望到張相係女人
就知道入錯咗巷，佢就即刻行返出去，一個隔離就係爸爸個堂，咁又點會去錯咗樓層呢？佢記喺度諗緊，究竟點解會咁樣？究竟隔離個堂係男人定係女人嘅時候，佢記就決定上網查下。佢記上返佢記嗰一間殯儀館嘅官網度查返呢兩日喺爸爸喺阿玲嘅公公隔離堂嗰一個究竟係乜嘢人？但係個結果就係嗰兩日隔離嘅都係同一個男人，一個老年嘅男人。之後只要阿玲一合埋眼，個女人嘅影像就會企咗喺佢面前。阿玲喺屋企，個姨姨就會企咗喺屋企。阿玲出街，個姨姨又會一樣跟住咗阿玲出街。有一次，阿玲同啲朋友一齊食飯，去眨眼嘅時候，佢就見到個姨姨企咗喺佢啲朋友後邊，佢完全崩潰，佢直情已經唔再出街，佢全程淨係匿埋喺屋企。阿玲佢就覺得個姨姨好似有啲嘢想同佢講咁樣，但係阿玲有一個感覺，有一個自然反應之下，冇俾機會個姨姨講嘢。佢一見到佢想同佢講嘢，佢就立刻擘大眼。阿玲嘅感覺話俾佢知，係唔可以聽個姨姨講嘢。之後嘅阿玲日日都冇精神，日日喺個廳度瞌下醒下，因為佢一入個房嘅話係完全瞓唔到覺，所以佢呢幾日都係瞓喺個梳化度，坐喺個廳度，瞓又瞓唔着，食又食唔落。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父母試過幫佢燒白解，但係唔得，亦都試過去紙紮鋪度幫阿玲搽日腳，跟足晒所有嘅嘢點樣做，亦都冇幫助。到最後，亦都試過揾師傅上嚟做法事，做足晒所有嘅嘢之後，但係阿玲亦都係一樣，只要阿玲一合埋眼，就會見到呢一個紫色衫嘅姨姨企咗喺佢面前。每一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阿玲嘅精神同埋健康已經接近崩潰嘅情況。佢每一日都係呆滯滯咁樣，唔係坐喺度就係企喺度，佢根本都唔知自己想做啲乜嘢。有一日，阿玲佢坐喺梳化度，望住屋企個神台，突然之間，佢望到個神台隔籬掛住咗一條觀音蓮，佢就好似俾條觀音蓮吸引住咗咁樣，佢慢慢咁樣企起身，慢慢咁樣行近個神台面前，佢就攞起咗條觀音蓮，將條蓮戴咗上身。但係點知一戴咗上身之後，佢就突然之間感覺到一陣好唔舒服嘅感覺，佢覺得好暈，好頭痛，佢就即刻衝咗入去廁所度，係咁嘔。近排阿玲基本上係冇乜食過嘢嚟，但係佢就嘔出咗好大量嘅嘔吐物，嘔咗一啲灰灰黑黑色色嘅嘢出嚟，仲好臭添。嚇到企喺佢後邊嘅媽媽即刻打電話俾爸爸，話要即刻送阿玲入醫院，話覺得阿玲好唔妥，佢好唔舒服。但係當阿玲
嘔過冇嘢再嘔嘅時候，佢就擰轉身去洗手盆度洗一洗個面。當佢洗面嗰一刻，合一合埋眼嗰一刻，佢發現個姨姨唔見咗，個姨姨消失咗。阿玲即刻好興奮大聲攬住媽媽，佢就話唔見咗啊，唔見咗啦，終於唔見咗啦！媽媽根本唔知佢講緊啲乜嘢。阿玲見媽媽呆咗嘅表情之後，佢就解釋俾媽媽聽，佢話一直喺我面前嗰個紫色衫姨姨，佢依家唔見咗，佢消失咗啦，我再見唔到佢啦。阿玲佢再次試下合埋眼擘大眼，亦都再見唔到嗰個姨姨。阿玲同佢媽媽兩個好開心咁樣攬住，開心到喊。但係阿玲亦都俾媽媽送咗佢入去醫院度檢查。經過檢查之後，佢身體冇啲乜嘢大嘅問題，係營養不足、缺水同埋有貧血嘅情況。之後阿玲同佢媽媽一齊返個屋企之後，佢就圍住間屋周圍合埋眼擘大眼，合埋眼擘大眼，望晒成間屋，亦都再見唔到紫色姨姨嘅存在。佢就即刻入房瞓覺。佢呢一覺瞓得好安詳，瞓得好平安。而阿玲嘅媽媽就趁佢瞓着覺嘅時候，就煮勁咗啲粥俾佢。阿玲瞓醒，佢就食晒啲粥，食吉瞓吉，完全已經冇晒事咁樣。但係自此之後，佢就慣性長期咁樣戒住條觀音鏈。究竟阿玲係喺邊一度招惹到呢一個紫色衫姨姨呢？究竟呢個紫色衫姨姨佢係咪一個靈體呢？佢同屋企人都一齊係咁諗，究竟係啲乜嘢嘅原因令到個紫色衫姨姨一直跟住咗阿玲？至於細姨又點解佢會去錯咗隔籬嘅靈堂，見到紫色衫女人嘅靈堂呢？究竟佢係去咗另外一個時空，係咪去咗另外一個空間呢？但係明明係細姨去咗紫色衫姨姨嘅靈堂，但係點解個姨姨係會跟住阿玲，而唔係跟住細姨呢？究竟呢一個紫色衫姨姨，佢係另外一個平行時空嘅人，定係一個靈體呢？阿玲佢話佢全家人直到依家都唔明，究竟點解會發生咗呢一件事。你哋大家又覺得呢一個紫色衫姨姨係平行時空嘅人，定係一個靈體呢？我曾經聽人講過，紅磡嗰幾間殯儀館係一個好風水嘅位置，所以裏面好少會發生靈異事件。加上我哋保持住對先人嘅尊重，所以係唔需要害怕。除咗阿玲呢一件奇怪事件之外，我就知道另外有一個都市傳聞，亦都係關於紅磡殯儀館，但係唔係發生喺殯儀館裏面，係發生喺出邊其中嘅一條後巷。當有啲人穿過呢一條後巷去搵嘢食，或者穿過呢條後巷去搭車嘅時候，就會見到有一個小女孩踎咗喺度。你哋有冇見過呢？大家有冇試過喺殯儀館度發生過一啲奇怪或者靈異嘅經歷呢？可以留言或者 DM 我同我分享。
今集我就分享到呢一度，鍾意聽我故事嘅朋友，記得畀個 like、留言、分享同訂閱，拜拜。